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大家平安，欢迎收听12月初2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珀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寻求真道，活水之源。我们要读约翰福音4章。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耶稣回答：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谁就永远不再渴。我给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不断地涌出活水，使他得到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在一个饱受旱灾的村子里面，村民为要求生存，每天要走20几里路到抽水站排队等候供水。有一天呢，一名记者看到一位瘦弱的老太太在烈日当空之下排队取水。记者走过去，把一瓶喝了一半的水给了这位老太太。老太太惊讶地望着记者说：“这是给我的吗？”记者说：“是的，请不要客气。”老太太把瓶盖打开，小心地把水倒在她的手掌心上，非常珍惜，喝了2口。然后呢，对记者说：“哇，这是我这一生喝过最甘甜的水，非常感激你。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能自己收下？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水喝，先生，我可以把水分给其他人一起来喝吗？”我们只有遇到缺水我们才能够知道水资源的宝贵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也看到一个有关水的故事。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异族迁到撒玛利亚，和留下来的原居住的这些以色列人通婚，所以呢，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这些他们看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拒绝跟他们往来。而耶稣身为犹太人，却选择了穿过撒玛利亚的山路。他和门徒来到叙加这个地方，已经中午了，所以停下来休息。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就在中午的时候，一个曾经拥有5个丈夫的女人来井旁取水。耶稣路过此地，口渴了，问那女人要水喝。女人还没有回答，耶稣率先对她说：“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必求我给你活水喝。凡喝这井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妇女们通常是在早上来打水，而这妇人却在炎热的中午来打水。主耶稣看出这个妇人心灵的需要，看见她的孤单，邀请她得活水。这个妇人误解了耶稣的话语她以为耶稣在推销某种圣水，或者是长生不老的药。主耶稣就回答，引出我们在谈福音的3个话题。上帝对人有什么旨意呢？这位上帝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是施恩典的上帝，他为人预备救恩的主。耶稣是谁？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是生命活水的泉源。
耶稣所示的活水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借用从泉源中涌流的水来解释从圣灵重生后的新生命。后来这个女人信了耶稣，从此之后改变了她看似失败的人生。撒玛利亚妇人的回答，在对话当中，她的回答也指出我们在谈到福音的3个障碍，就是缺乏了属灵的生命的洞见。我们只停留在物质的阶段，我们只信服人本的宗教，停留在圣贤的礼仪或者是一些敬拜的规条礼仪。第3，空有信仰的追求，只有停留在神迹的层面。耶稣借着对话当中教导出，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或者是心灵跟真理。所以耶稣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心灵的创伤，因此呢，帮助她处理一个触动心灵的问题，就是她屡经恋爱，婚姻失败，她正在寻找人生的目的。妇人和主耶稣的对话当中，可以知道需要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第一个，心灵要开放是要敞开，才能够真正认识到真正的上帝。思想属灵的事，需要认识真理。第3个就是盼望得着安慰和医治，需要明白上帝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旨意。以色列人修造圣殿和城墙，这个阶段撒玛利亚人也在基利心山建造一所圣殿，然后被犹太人所摧毁。耶稣的时代的撒玛利亚人仍在附近敬拜，所以今天读到的叙家就是位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的当中，正好是讨论敬拜争议的地方。所以耶稣说明了敬拜真神不在乎地点场所，而在乎心灵跟诚实，以及心灵跟真理。撒玛利亚妇人遇见耶稣之后，她生命的改变带来了生活的见证。门徒回来见耶稣单独和撒玛利亚妇人愉悦的谈话，甚是稀奇。犹太的拉比教导严禁与妇女接触，不可在公众的地方和妇女交谈，妇女也不能够直接或公开地接受真理的教导。然而我们看到耶稣反其道而行，那认识又接受真理的撒玛利亚妇人，便在心灵里面的永生之约上印上印，并向本来难以面对的居民见证主的恩典。这是重生得救应有的行为，改变回转，他能够见证这位耶稣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但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泉源，也能够了解并随时帮助我们能够脱离困境的主。我们来思想，耶稣为何向撒玛利亚妇人讲论活水的信息呢？这对你我有什么意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总是在我们软弱无助，心灵真的是空虚，不知如何面对未来的时候，你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扶持带领我们，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有未来的盼望。你可以帮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勇往向前。感谢主赐下生命的活水，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使我们能够对未来充满盼望，也能够在人群当中见证主奇妙的恩典。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明白，原来
我们是有盼望的。原来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来解开我们心灵沉睡、孤单，或者是那一个绝望。谢谢耶稣，将荣耀归给你。谢谢耶稣，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领受主耶稣的话语，成为滋润你心田的活水。我们明天再见哦。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